性格好唔會令一個人拍拖戀愛更好。你係一個好人，條路反而仲難行啊。23年一個關於人格特質嘅研究睇到，一啲我哋以為係性格上嘅優點，竟然會變成感情之中嘅缺點。講緊係以下呢3個特徵，包括責任感高嘅人，然後係宜人性過高。呢度講一講咩係宜人性先，英文就會用 agreeableness 呢個字，講緊係中意忍讓啦，避免衝突。Nice guy 即係，最後一個易明啲啦，神經質高，中意胡思亂想，情緒起伏大。以上3個都同你嘅感情滿意度有非常之強嘅負相關連結。一般我哋從小吸收到嘅常識都認為有責任感啊，有親和力，應該係好嘢嚟嘅。咁研究中嘅總結就有2個解釋俾你。對自己有要求嘅人，相對地都會對人有要求，同時對一段關係品質嘅期望會更高。而當另一半做唔到啦，我哋就容易失望，就係會唔開心咯。偶爾都聽到有啲客人話同男朋友一齊有壓力啊，因為對方係一個好有原則、高標準嘅人。另外，美國紐約大學 Donny Chu 教授形容，其實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係好人，但當我哋對好人呢個身份太執着，會導致我哋喺溝通相處嘅時候變得好拘謹。例如成日驚講錯嘢，咁就更加難去識朋友或者揾對象。而拍緊拖嘅人鬧交呢，又會好急於去證明自己係啱係錯。咁教授就話，當伴侶對自己有意見嘅時候，咪聽下先咯。好人都會有做得唔好嘅時候。That's all。最後，心理學大師榮格都講過一句說話：我哋與其做好人，不如做一個完整嘅人。